澳洲動用燃油儲備。GST 收入點分，西澳再成最大贏家，其他州有啲不滿。兩青少年電動單車車禍亡，偷車瘋狂駕駛，意外死亡，悔不當初。Hello， 大家好，今次由我 Heidi 為大家講下過去幾日喺澳洲發生嘅幾件重大事情。呢幾日相信大家都俾每日狂升嘅油價搞到個心都唔定，搞到隻腳踩住油門都細力啲。政府終於出手攞啲燃油儲備出嚟穩定油價。另外，大家都一定知道咩係 GST， 究竟政府收埋啲 GST 係點樣分嘅呢？點解最後西澳會分得最多？我哋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另一方面，過去兩日澳洲接連發生令人痛心嘆息嘅致命事故，電動單車意外、偷車失控，一幕幕提醒年青人一時輕狂，一世遺憾。好，我而家詳細為大家報道。澳洲釋放燃油儲備應對油價壓力。近日因為中東局勢緊張，全球能源市場出現波動，澳洲政府亦都開始採取行動，應對可能出現嘅燃油供應壓力。澳洲能源部長 Chris Bowen 日前表示，政府將會釋放部分國家燃油儲備，以確保本地燃料供應穩定，同時減輕油價上升對民眾帶嚟嘅壓力。據政府公布嘅安排，澳洲將會釋放接近2成嘅戰略燃油儲備。呢啲儲備主要包括汽油同柴油，原本係為咗應付緊急情況而設。當局強調，現時澳洲並未出現燃油短缺，但喺全球供應不確定嘅情況下，提早釋放部分儲備，可以增加市場供應量，穩定價格。除咗動用儲備之外，政府亦都暫時放寬部分燃油品質標準，俾更多燃料能夠更快進入市場。當局估計呢一項措施可以額外增加大約1億公升汽油供應。換句話講，即使國際油價出現波動，澳洲市場短期內仍然有一定緩衝。其實澳洲長期以嚟喺燃油儲備方面都受到關注。根據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嘅標準，成員國理論上應該維持大約90日嘅石油儲備。不過，澳洲本地實際儲備一直低於呢個水平，目前大約只有1個月左右嘅供應量。因此，政府近年亦都持續建立更多儲備，包括將部分石油存放喺海外。分析指出，如果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國際油價可能會長時間維持高位，而呢個亦都會影響澳洲嘅運輸成本同整體通脹。對一般民眾嚟講，最直接嘅感受就係油站嘅價格變化。近幾個禮拜，唔少城市油價已經明顯上升，每公升升幅接近50仙。政府就強調，釋放燃油儲備只係預防措施，目前澳洲並未出現供應危機。不過喺全球能源市場變數增加嘅情況下，點樣確保長遠能源安全，仍然係澳洲需要面對嘅一個重要課題。西澳再成 GST 分配最大得益者，州際財政分配惹討論。最近澳洲聯邦政府公布最新一輪 GST 消費稅收入分配，結果再次引起關注，因為最大得益者仍然係資源大州西澳。根據分配結果，西澳將獲得大約93億澳元嘅 GST 收入，比按照傳統分配公式計算多出數十億澳元，可以話係今次分配中嘅最大贏家。所謂 GST 分配，其實係指聯邦政府將全國收取到嘅消費稅，再按各州嘅財政需要重新分配。呢項制度由 Commonwealth Grants Commission 負責計算，目的係確保唔同州份即使經濟條件唔同，亦都能夠提供大致相若嘅公共服務，例如醫療、教育同基建。不過近年情況出現咗變化，由於西澳嘅鐵礦石等資源收入非常高，過去喺舊制度下，西澳分到嘅 GST 比例曾經跌到非常低，一度只係能夠按人口比例每1蚊攞到幾毫子。當時西澳政府強烈不滿，認為自己賺得多卻分得少。之後聯邦政府喺 Scott Morrison 擔任總理嘅時候，修改咗 GST 分配制度，設定所謂保底機制，確保依靠資源生產嘅州份唔會因為礦產收入高而被大幅削減 GST 分配額。自此之後，西澳每年喺 GST 分配中都能夠取得相對有利嘅位置。今次最新分配亦都反映出呢個制度嘅影響。西澳除咗獲得較高比例嘅 GST 之外，整體收入甚至比按原本公式計算多出數十億澳元。對西澳政府嚟講，咁樣無疑增加咗推動基建同埋公共服務嘅財政空間。
其他州份對此有唔同睇法，有啲州政府認為而家嘅制度對依靠資源生產嘅州份過於有利，另一啲人口較多、公共開支壓力較大嘅州份分到嘅資源相對減少。每年 GST 分配公佈嘅時候，呢個問題幾乎都會再被攞出嚟討論一次。可以話 GST 分配一直都係澳洲聯邦與州政府之間嘅一個敏感議題。點樣喺公平分配同鼓勵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未來仍然會係澳洲財政政策中嘅重要討論。電動單車車禍兩青少年喪生。昆士蘭布里斯本南面近日發生一宗令人震驚嘅交通意外，兩名青少年駕駛電動單車嘅時候同電單車相撞，當場身亡。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電動單車安全問題嘅關注。事發地點位於昆士蘭州南部布里斯本以南嘅 Greenbank。警方表示，事故發生喺星期四晚上大約9點，當時一名16歲少年同一名15歲少女共乘一部電動單車，沿住 Middle Road 行駛。期間，一架電單車喺路上超越另一部車輛嘅時候，同迎面而嚟嘅電動單車相撞，兩名青少年傷勢嚴重，最終當場證實死亡。警方初步調查指出，涉事嘅電動單車當時可能冇開車頭燈，而事發路段本身照明亦都較為昏暗。至於電單車司機喺事故中亦都受傷，其後被送往 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 治療，目前據報情況穩定。事故發生之後，昆士蘭警方嘅嚴重車禍調查小組已經介入調查，包括了解當時車速、道路情況同埋電動單車係咪符合相關規格。警方亦都呼籲任何目擊者或者擁有行車記錄儀片段嘅市民提供資料，協助還原事發經過。其實近年澳洲多地都開始關注電動單車同電動滑板車帶嚟嘅安全問題。隨住呢類交通工具越嚟越普及，唔少年輕人都會用嚟代步，但係部分車輛速度較高，加上安全意識不足，事故數字有上升趨勢。昆士蘭舊年就曾經錄得多宗涉及電動單車或者電動滑板車嘅致命事故。有交通安全專家指出，部分高性能電動單車速度甚至接近電單車，如果缺乏監管或者保護裝備，好容易造成嚴重意外。政府目前亦都正係研究係咪加強規管，例如限制年齡、加強安全規定，甚至考慮要求部分車輛需要登記或者係持牌使用。今次事故為兩個家庭帶嚟沉重打擊，同時亦再次提醒公眾，無論使用任何交通工具，道路安全始終係最重要嘅一環。偷車之後撞車，青年被拋出車外死亡。近日，澳洲發生一宗涉及年輕人嘅致命車禍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青少年偷車同埋危險駕駛問題嘅關注。警方表示，一架涉嫌被偷走嘅私家車喺深夜高速行駛期間失控撞毀，車上一名青少年被拋出車外，最終傷重不治。事發喺凌晨時分，當時車上載有多名年輕人。警方初步調查話，涉事車輛早前俾人偷走，其後俾人發現高速喺道路上行駛。期間司機懷疑因為車速過快，加上失去控制，導致車輛撞向路邊設施並翻轉。撞擊力度相當猛烈，其中一名坐喺車裏邊嘅青少年喺翻車嘅時候被拋出車外，倒臥喺路面上。救援人員接報之後迅速到場，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急救，但係該名年輕人傷勢非常嚴重，最終仍然證實不治。其餘車上面嘅後生仔亦都喺意外中受傷，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警方表示，意外發生之後有人離開現場，目前正透過閉路電視同埋目擊者資料，了解當時車內各人嘅情況，以及邊個人負責駕駛涉事車輛。調查人員指出，初步證據顯示車輛當時行駛速度相當高，而部分乘客可能冇佩戴安全帶。警方亦提醒，當車輛高速翻滾嘅時候，如果冇佩戴安全帶，乘客被拋出車外嘅風險會大大增加。其實近年澳洲多地都出現涉及青少年偷車之後發生車禍嘅事件。警方表示，唔少年輕人將偷嚟嘅車輛當作兜風工具，甚至喺社交媒體上炫耀高速駕駛，但係呢類行為往往帶嚟嚴重後果。警方呼籲家長同年輕人必須正視道路安全問題，同時亦提醒市民妥善保管車匙同車輛，避免俾人有機可乘。
今日嘅時事分享就到呢度，唔希望再睇到年青人因一時貪玩，漠視一切，結果連條命都冇埋。亦都希望嚟緊啲油價會回落返啲，隻腳踩油嘅時候都唔使就住就住。好，我哋下次見。